今仔日各地拢真好天，冒出日，真侪民众拢出门行踏。伫东部的苏花路路，今仔日规工车是袂少。国公局预告，明仔载初二是当后头厝的日子，国道路南车流量会真大，建议民众尽量避免伫咧尖峰的时段出门。也拿天气的方面，气象署特别提醒民众，强烈大陆热气团目前要持续影响咱全台湾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也是真寒。也拿其他的所在早暗的温差嘛真大，提醒民众要爱穿好少。玉山北方将个初透早测到零下7.4度，因为天气转大冷，无骨落雪，抑过即时也袂扬起。今日看起规片拢是白色的。今仔大台北地区暂时日头有小可探头一下，正个初各地水气减少，抑过强烈大陆冷气团是继续影响。新北市淡水透早只有8.8度，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。初一到初三各地气温永远是偏低。明天清晨呢，在中部以北跟宜兰的这个低温只有9度到10度，其他地区13到15度，空旷地区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。天气较好，各地出现出佚佗行村的车流，苏花界车流量比平常时加大约2.5倍。公路局统计，规工大约有18000台次路南。伫部分旧大高线双向接苏花界单线车道时阵有小可塌，管区的警察也继续进行车流的管制。视状况将挡下车流在红绿灯管控之下，快速通行台九往花莲那一段就很塞了。那你们从哪里开？我从内湖来的啦，南澳那边吧。南澳那边最塞。苏澳港那边就开始塞。那平均时速有多少？那边平均时速可能不到20哦。高公局预估，今年过年假期，国道南向交通量上大一天会伫个11，也就是正月初2，拄好是传统登去后头厝的时间。建议西部国道南向应伫早起6点进前，也是中昼12点了出发。也若国道5号往南是透早5点进前，较顺较袂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